喺上一節咧，兩位嘉賓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半導體嘅發展歷史啦，喺產業鏈入邊擔當咗啲乜嘢角色，以及咧受惠於 AI 爆發性嘅潛在需求啦。咁講完一啲過去嘅嘢，咁我哋當然要講下一啲而家現在嘅嘢啦。咁上一節咧我哋有提過咧，生成式 AI 即係 Gen AI 咧非常之流行喎，令到半導體嘅需求同埋產值咧直線上升。咁我想問下 Sandra 你啦，其實如果我哋去仔細分析同埋觀察嘅時候咧，而家市場上面有啲乜嘢嘅應用係大幅上升嘅咧？咁而半導體擔當咗啲咩角色去支援 AI 嘅基礎建設啦，令到 AI 將來嘅應用可以落地咧？而家我哋見到增長最快嘅，其實係一啲用嚟跑 AI 嘅數據中心，由訓練大模型啦，到之後日常運行咧，其實對算力嘅需求都係好大嘅。咁拆開嚟睇啦，首先就係運算晶片係最受惠啦，其中包括一啲高階嘅 GPU 啊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嘅圖形、圖像處理器，同埋各種嘅 AI 加速卡，用嚟訓練同埋運行模型，屬於最核心嘅硬件嚟嘅。咁其次咧就係記憶體啦，咁我哋都見到記憶體其實個需求係大爆發嘅，尤其係對高階封裝嘅堆疊式嘅記憶體喎，同新一代伺服器嘅記憶體。每一張 AI 加速卡咧，通常要配多層嘅高速記憶體，再加大量嘅伺服器記憶體，所以相關嘅市場咧，其實預算咧由幾十億美元咧跳到去過千億美元嘅級別咯。咁最後係網絡晶片同埋封裝技術，要將成個機櫃啦、成個機房，甚至係好多數據中心連埋一齊咧，其實對高速網絡晶片同埋最先進封裝技術嘅需求咧，都明顯有上升喺度。做個簡單嘅總結啦，其實我哋首先講到 Gen AI 啦，其實係一個最上層嘅應用嚟嘅，向下拉動成個運算記憶體同埋網絡嘅硬件堆疊。講到 AI 技術嘅應用上面咧，其實最近好多觀眾朋友咧，如果有睇新聞嘅話咧，其實都見到 AI 熱潮已經進一步演變成為代理型嘅人工智慧啦，即係 Agentic AI 啦。最簡單嘅例子咧，莫過於就係 OpenClaw，即係大家成日講到嘅龍蝦啦。咁我自己咧，同埋甚至身邊嘅朋友都已經諗緊，甚至身邊嘅朋友已經用緊、養緊呢個龍蝦啦。咁我就想問下 Ivan 你咯，其實 Agentic AI 係究竟一個乜嘢概念嚟嘅咧 ？OpenClaw 成為一個城中熱話背後嘅原因啦，以至除咗係工程模型之外，半導體同埋晶片嘅發展點樣令到 Agentic AI 咧嘅未來能夠真正落到地咧？首先咧，人工智能代理啦，即係我哋講嘅 AI Agent 啦，例如你啱啱講嘅 OpenClaw 龍蝦，其實佢對背後成個產業鏈最直接嘅影響咧，就係佢對算力嘅需求大幅上升咗。因為 AI Agent 咧唔再好似以前 ChatGPT 咁樣純粹答下你問題咁簡單，而係你落一個指令，佢就會喺背後幫你完成咗好多複雜嘅工作。即係簡單嚟講，就係好似你多咗一個24小時工作嘅秘書咁樣。而為咗應付 AI Agent 嘅推理工作咧，伺服器咧係需要有龐大嘅 context window， 即係大型語言模型 LLM 要去理解啦、處理同埋記住好多上文下理。由於 AI Agent 咧需要進行大量嘅推理，就會消耗咗好多算力。所以點解高頻記憶體 HBM 同埋動態隨機儲存記憶體 DRAM 嘅 DDR5咧，佢嘅需求咧係指數級咁樣上升。咁頭先我哋亦都講咗好多半導體啊、AI 啊，以至 Agentic AI 等等嘅議題咧，似乎成個市場即係黃金遍地，充滿咗好多嘅投資機會喎。但係咧另一邊咧，我哋金融市場亦都係因為 OpenClaw 或者 Agentic AI 未來嘅發展咧，產生咗唔少嘅漣漪喎。咁咧，例如話一啲軟件平台公司啦，例如 Salesforce 啦，或者一啲 SaaS 嘅叫做板塊啦，即係軟件即服務嘅平台公司咧，股價大跌。呢個趨勢甚至延伸到去私募信貸嘅市場，即係 private credit 啦，以及提供相關貸款嘅商業發展公司 BDC 係啦。咁最近咧非常之大行其道嘅 Agentic AI 嘅公司 Anthropic 嘅創辦人，甚至就話因為呢個 AI 未來嘅發展咧，會令到呢啲 SaaS 公司嘅嗰個盈利同埋護城河咧大幅削弱。咁咧 Sandra 我知道咧你本身咧亦都有留意開或者追蹤開相關嘅市場啦。其實點解會出現咁樣嘅情況咧？同埋就係我哋如果真係要追蹤留意呢啲公司嘅投資機會嘅時候，有啲咩嘢嘅重點我哋係需要留意嘅咧？最近呢啲軟件公司咧，同埋 SaaS 呢啲股價咧，就真係有一輪好幾明顯嘅調整啦。其實背後有兩個因素係值得留意嘅，我覺得。第一咧就係 AI 可能係會削弱部分軟件公司佢哋嘅議價能力喎。如果一間企業可以用大型模型自己搭建一啲工具，一啲主要提供流程管理啊、報表啊呢啲好舊有嘅功能嘅 SaaS 產品，未來續約嘅價錢同埋增長速度咧，其實都有機會有壓力喎。而市場亦都開始重估呢啲公司嘅增長空間同埋利潤率。咁第二啦，呢個憂慮咧係傳到去私募信貸市場嗰度。咁軟件公司啦，一直都係 BDC 即係商業發展公司同埋直接貸款基金最中意放貸嘅行業之一。咁有報告顯示啦，軟件相關貸款咧已經佔咗美國部分 BDC 組合
差唔多2成左右。而私人信貸市場咧嘅規模啊，已經超過1萬億美元啦。咁你當股價、估值同埋商業模型都俾人受到質疑嘅時候，咁投資者自然有擔心啦。而呢啲公司作為抵押嘅貸款，將來違約風險會唔會上升呢？都係一個問題嚟㗎。咁所以令到相關貸款產品同埋 BDC 股價一齊受到壓力啦。咁我自己睇相關公司嘅時候呢，特別會留意以下3點嘅。咁第一啦，就係佢哋收入嘅質素啦，就好似佢哋嘅續約率啦，同埋佢哋客戶群呢，究竟係長期客戶啊，定話短期客戶等等。咁第二點啦，就係佢哋係負債同埋利息嘅負擔啊，即係話有冇太多太進取嘅借貸啦。咁第3點啦，就係 AI 對佢哋嘅產品咧，究竟係幫到佢哋嘅升級啊，定話有機會直接取代咗佢哋咧？咁咧，大家投資相關板塊嘅時候咧，就記得好似 Sandra 咁樣啦，要謹慎去觀察同埋平衡翻相關嘅風險啦。咁我哋頭先節目啱啱喺之前嘅內容上面咧，亦都有提過半導體已經成為21世紀嘅新石油啦。咁以至台積電嘅創辦人張忠謀咧，亦都曾經講過咧，全球貿易已死啦，甚至咧台積電或者其他啲好重要嘅半導體公司咧，即將會成為兵家必爭之地。咁半導體以至 AI 發展嘅競賽已經唔止係單純嘅商業競爭，而就係有好多嘅地緣政治同埋科技嘅博弈喺入邊啦。咁入邊除咗有好大嘅機遇啦，未來半導體嘅發展，但係亦都同時咧存在咗唔少嘅潛在風險嘅。咁 Ivan 喺你宏觀嘅觀察上面咧，其實我哋當觀眾或者大家想要投資相關板塊嘅時候咧，有邊幾個地緣政治嘅趨勢咧係我哋需要留意嘅咧？目前嚟講咧，高端晶片嘅供應鏈咧，主要咧就集中喺東北亞洲，例如台積電啦，就係喺台灣啦；三星同埋海力士嘅主要產地就喺南韓。咁當中好多設備同埋原材料咧都係由日本供應嘅。咁如果台海發生衝突咧，首先就會影響到全球高端晶片嘅供應。所以點解特朗普咧會要求啲晶片咧要搬翻去美國本土製造？咁因為首先就要 make in USA 啦，咁增加就業，可以博取到選民嘅歡心。第二就係如果中國統一，中國就可以反過嚟用晶片呢個產業咧嚟到制衡美國。呢一個情況咧，唔單止係特朗普最怕出現，就連日本都唔想會發生。但喺另一方面，台灣政府咧又唔想台積電搬去美國喎。因為台積電係台灣嘅經濟支柱同埋佢嘅護身符。咁當中美兩國喺半導體呢個板塊上面進行軍備競賽嘅時候咧，美國係唔會容許最先進嘅晶片咧就輸出去中國嘅，所以中國咧會想辦法自己去製造晶片，變相咧就會刺激到相關嘅產業發展。所以喺中國、美國兩邊嘅市場，其實喺未來咧都會有好多投資嘅機會出現。聽完兩位嘉賓嘅分析之後咧，歸納到我哋做一個簡單嘅總結，就係 AI 科技嘅高速發展咧，雖然為半導體嘅市場咧帶來好多嘅投資機遇，但係同時啦，私募信貸市場嘅反應啊，以及瞬息萬變嘅地緣政治咧，都為半導體呢個板塊咧帶嚟咗一系列嘅不確定因素。咁所以咧，大家係進行相關板塊投資嘅時候咧，就記得要小心謹慎啦。